優菜護衛杯漱口就能夠預防幽門感染嘅護衛神器。點樣使用優菜護衛杯？每次刷牙前，打開護衛杯杯蓋，向杯中加入純淨水、蒸餾水、RO 液滲透過濾水或者自來水。觸摸開關，指示燈亮起，啟動護衛杯，從水中獲取純淨 O3。5秒之後就能夠睇到水中有小泡產生，能夠聞到清新嘅鮮養味。日常刷牙之後，即刻用護衛杯分別進行3次漱口。第一口含做5到15秒，徹底去除刷牙之後口腔中牙膏嘅化學殘留。去除牙膏殘留之後，能夠更有效嘅消除口腔病原體。第二口含做10秒以上，殺滅口腔內嘅變形鏈球菌同埋牙行保齡單胞菌等厭氧致病菌，預防宿病、牙齦萎縮。第三口含做10秒以上，殺滅口腔牙縫中嘅幽門螺旋桿菌，防止由口腔侵襲胃部造成感染。杯中剩餘嘅 O3 鮮水可直接飲用。隨住口腔厭氧菌嘅減少，有益菌得以不斷恢復，從而保持口腔健康菌群平衡。使用完畢之後，啟埋杯蓋存放。啟動之後，如果單個指示燈閃爍，需要充電，從杯身背面打開充電口，用 Type-C 線進行充電。所有3個指示燈全部亮起，充電完成。亞比迪室內健康舒適環境營造品牌集合店。